立法院将三读通过性平三法的修正案，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今仔就到监察院订正哦。因认为讲台湾的航空业有严重的性别歧视，亲像讲是规定女性的空服员只会当穿裙。因要求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应该得爱要求航空公司取消甲服装仪容相关的限制。 国际航空业者当中，只有台湾虎航空服员，无论查甫查某拢穿裤。其他航空公司的女性空服员拢是用军装做制服，要化妆才会规范。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指出，限制女性空服员爱穿军装、化妆，除了是无法女性的性别歧视，更互空服员在经历逃生的时阵面临高风险。 当今天发生任何重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协助乘客逃生。在这种情况下，裙装、跟丝袜还有跟鞋，其实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也不具备足够的安全。工会指出，南韩国家人权委员已经伫2013年裁定，韩亚航空限制女性空服员家能穿裙是性别歧视，要求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唔通落伫国际后面，也呼吁航空业者，行政已经通过性平三法修正，不应该搁对无共款的性别有无共款的服装规定。 如果是以联合航空来讲，因为工会的势力庞大，所以他们的空服员是可以选择裙装或裤装来执勤。那当然也是美国的文化当中对于空服员的形象的这个展现比较没有那么注意。 航空燃料备份机构业者分析，亚洲大部分航空公司拢将空服员看作是企业识别的一部分。过去在国际礼仪当中，女性穿军装是正式的表现，所以用军装做制服已经真侪年。即马性别平等意识起来，相信企业也会真足形象甲世界出色，有无共款阶段的服装规范。记者综合报道。